花莲最近雨水真高，也毋过农业用水嘛是个真欠缺咯。最近有一寡油的山区出现调割率真歹的状况，中秋的收成恐惊会受到影响，互农民是真烦恼。 正伫7月了后，原本文旦树顶应该是加真侪油啊，也毋过花莲水尾乡的文旦山区树顶，煞只有几粒啊。有的文旦树甚至一粒油啊拢无，也有真侪树枝互日头拍甲打去，已经死亡。我可能较严重啦，我讲甲对半减较济。其实农民的靠这生活，你就已经爱了解，希望政府能补助一寡。 另外，山区水源不足也是问题。那只可天公伯啊落雨，面对极端气候所带来冲击，恐惊也会继续。相关的灌溉水范围如果可以再增加的话灌溉区可以增加的话，再来的话就是政府如果有相关的蓄水池的一些补助也可以尽量增加。 文旦结果日记的主要原因，主要是伫2、3月时山区无落雨，经过长时间的烤旱，造成玉里公河水尾甲倒溪顶四乡镇的文旦油开花无好，有的山区甚至只有1成的结果率。如果我们县政府这边积极和农业部争取，那已经获得现金救助的公告，那请有受灾的农友可以到所在地的一个乡镇公所来办理那个灾害救助的申请。 也毋过，油发龙对于灾害申请救助额度每公顷只有8万，感觉无奈。农业单位也在积极协助，利用自财等方式提高结果率。也毋过，今年的文旦产量一定受影响，继续可能也会提悬。记者综合报道。